最後一個部分，我哋講到英文多音節字入面有重音節同非重音節。呢個部分我哋會再深入少少講到有關重音節同非重音節嘅規律，幫我哋更加容易掌握英文嘅發音。在英語中，某些音節的重音位置有時會改變單字的意思，例如 conduct 名詞與 conduct 動詞之間的差異。不過，大多數的重音的模式是固定的，主要是用來塑造語音的節奏與自然的流利度，而非改變詞義。相對的，廣東話是聲調語言，改變一個音節的聲調會直接改變詞義。因此，在廣東話中，清晰的說話關鍵在於準確掌握聲調，而不是改變重音。原來英文字裏面嘅重音同非重音嘅擺位係好重要㗎。有時同一個英文字，如果我哋嘅重音放喺唔同嘅位置，就可能連意思又或者詞性都改變埋。就好似 object 呢個英文字有兩個音節。如果我哋嘅重音放喺第一個音節，即係 up， 讀得高音啲、長啲同大聲啲 up， 而非重音放喺第二個音節 jict， 讀得低音啲、短啲同埋細聲啲 jict。兩個音節連續讀嘅話，就會變成 object， 就會形成一個名詞，意思係物件。但係如果我哋將第一個音節讀成非重音，即係低音啲、短啲同埋輕聲啲，即係 up， 而重音就放喺第二個音節，即係 jacked， 兩個音節連續讀就會係 object， 就會形成一個動詞，意思係反對。如果大家仲記得我哋上一個部分提過，有好多非重音節出現嘅元音都會弱化為 schwa 呢個音，即係而呢一個字嘅第一音節原本嘅元音亦都會弱化為 schwa， 讀成所以第一音節原本嘅 op 會弱化成為成個字就會讀成 object。我哋睇多少少例子。The overall cost of the pen is projected at $1.5 million. It's over our budget. The department head will refuse our pen. 片段裡面嘅女職員讀咗 projected， 將重音放咗喺第一音節。其實呢一個係動詞嚟㗎，意思即係預計咁解。重音應該放喺第二音節，讀成 projected。如果將重音放喺第一音節，讀成 project， 就會變成名詞，咁會係另外一個意思，係指計劃。片中嘅男同事提到，部門主管可能拒絕佢哋嘅計劃，佢將呢一個動詞嘅重音放咗喺第一音節，讀成 refuse， 就會形成咗一個名詞，意思係指廢物。其實男同事句中嘅意思係指拒絕，係一個動詞嚟嘅。所以喺呢一度重音應該放喺第二音節，讀成 refuse。另外，英文有啲動詞同名詞嘅串法係一模一樣，而且意思相近。在英語中，有些單字通常是雙音節的單字，既可以作為名詞，也可以作為動詞，而其重音的模式會因詞性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當這些單字作為動詞使用時，重音會落在第二音節，例如 progress； 而當作名詞使用時，重音則會落在第一音節 progress。要分到呢啲字究竟係名詞抑或動詞，就要留意一下重音同非重音嘅位置。我哋一齊嚟睇下以下嘅例子。呢個字嘅重音係喺第一音節，佢就係一個名詞，讀成 survey， 即係調查嘅意思。我哋一齊嚟試下讀。第一音節係高音啲、長一啲同大聲啲 ，sir， 而第二音節就係低音啲、短啲同輕聲啲，讀成 ve。
兩個音連埋讀嘅時候就會係 survey。記住讀嘅時候注意力係放喺第一音節，讀得大聲啲、清晰啲，而讀第二音節嘅時候就可以放鬆啲啦。同一個字，如果我哋將重音放喺第二音節，讀成 survey， 呢一個字就會變成動詞，意思即係審視又或者係檢查。留意讀第一音節嘅時候係要低音啲、短啲同埋輕聲啲。原本嘅原音呢一個音弱化成為 schwa， 讀成所以讀成 s。而第二個音節就可以讀得高音啲、長啲同埋大聲啲。they 將兩個音節連讀就會係 survey。讀動詞嘅時候，注意力就放喺第二音節上，意識上將第二音節讀得清楚啲，第一音節放輕啲讀就可以啦。我哋再睇下多啲嘅例子。Excuse me, you need a permit to enter the building. A permit? I don't have one. Why are you visiting? I need to record a song in the studio on the 8th floor. 片段中嘅保安員問訪客有冇許可證嘅時候，錯誤將呢一個名詞嘅重音放喺第二音節，讀成 permit， 變成動詞。雖然意思係差唔多，解作許可，但係呢度講緊嘅係許可證，係一個名詞，所以重音應該放喺第一音節，應該讀成 permit。錄製歌曲呢一個字係一個動詞。重音唔應該放喺第一音節，讀成 record。record 係一個名詞，指一份記錄咁解。呢一個字喺呢一句重音應該放喺第二音節，讀成 record。record 係動詞，解作錄製。我們可以從自然度 naturalness、流暢度 fluency、可理解度 intelligibility、可領會度 comprehensibility 4方面來探討。許多情況下，單字重音可能只影響發音的自然度。例如，母語人士可能覺得 strawberry 如果念成 strawberry 聽起來不自然，但仍能理解其意思。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放錯重音位置會導致詞義的改變。例如 conduct 名詞與 conduct 動詞。然而，在英語口語中，我們處理的是句子與段落，而非單獨的詞。如果無法掌握正確的單字重音，在演講時會影響整體的流暢度。流暢度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例如連音與語調，而連音與單字重音密切相關，因此它涉及是否在非重音節中將元音弱化以連接詞語。例如 a cup of tea， 如果我們念成 a cup of tea，A 弱化成 a，of 弱化成 of， 後者的整體的流暢度就會比較好。如果我們以狹義的可理解度 intelligibility 來看，即聽者能逐字理解，甚至能聽寫內容 dictation， 我認為不正確的重音會有相當大的影響。譬如說 dessert 甜點 desert 沙漠。但若談的是可領會性 comprehensibility， 即聽者能理解內容大意，重音的影響力可能就沒有這麼大。相對來說，句子的重音可能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例如，在這句話 I think that's my bag， 如果我們想強調 think 這個動作，就應該比較高的音調來說 think 這個字。相反的，如果我們想強調擁有這個 bag 的人，就應該以較高的音調來說 my 這個字。其實要認識英文字嘅重音同埋非重音嘅規律，仲有好多值得注意嘅地方嘅。如果你哋係從事教育行業，或者你哋從事嘅工作係需要比較精準嘅發音，不妨掃描呢一個二維碼，瀏覽更多由香港教育大學提供有關重音及非重音嘅學習資源。當然，如果你哋嘅工作上唔需要有更深入嘅認識，但對英文嘅重音同非重音有興趣，我哋都好歡迎大家瀏覽呢啲資料㗎。